今日我同爸爸整我哋4個最中意食嘅白糖糕。我哋首先整個糖漿，加水同埋糖，煲溶啲糖，加煎米粉同埋少少澱麵粉落個大兜度，加溫水，再慢慢攪勻佢，搞到好似咁嘅濃度。加暖水落個酵母度，再加少少糖嘅撈勻佢，加埋啲糖漿落個濕粉度，又攪勻佢。個濕粉係大約80度，又可以加埋發咗嘅酵母，然後又攪勻佢，冚住佢，再放喺一個暖嘅地方。爸爸將佢放喺微波爐入邊，3個鐘後見到好多泡泡喺面上呢，就發好啦。加入發粉，撈勻佢，加油，個 pan 都要搽油，再倒埋落去。嘅蒸爐熱呢，又可以擺埋入去，蒸佢12至15分鐘，再俾20分鐘攤凍佢。見到發起咁嘅花紋就好成功，咁樣就食得啦。好好食啊！清甜，完全係細路哥食嗰時嘅味道，好得。你哋都要試下。